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伫主日的时由愿来到主的面前，做伙来敬拜上帝。要礼拜以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是阮听阮的主上帝，我们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，因为伫主日的时，阮由愿要来到你的面前。主无论外口的疫情是安怎变化，主总是阮的心就要结连伫你。主互主日的时，阮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你，愿阮所献的敬拜会当得到你的欢喜。主只是阮恳求你来祝福阮，无论阮伫倒位，阮同心来敬拜你的时，你就伫阮的中间。主，阮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，也恳求你，互阮通过礼拜，互阮的心，互你蒙着，互阮的心会当得到对你来的平安。主，阮将一切交托仰望你。阮阁一摆准备阮的心以前，献上感恩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时，请咱备万心做礼拜。哎呀，咱来唱歌学乐上主，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。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着对伊唱欢喜的歌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。这时，请咱三甲来吟诗学乐上帝。圣诗第52首，荣光归伫圣父上帝。圣诗第52首，荣光归伫圣父上帝。请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咱做伙仰头同心来祈祷。荣光归伫万关灵的上帝，就是创造宇宙万物，甲天顶地面海面种种生命的主宰。阮所信仰倚靠，就阮生命大牧者的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今日是你主所定的日子，阮伫即日因为你来欢喜佮快乐。因为伫这分别最圣的时刻内面，阮全家人清查好势，甲当属伫主内面兄弟姊妹备万心，用谦卑敬虔的心，对逐所在借着网络同齐来到主面前敬拜你，条件仰望主的荣光慈悲，交托阮的艰难、重担、目屎甲欠缺。上帝啊，阮感谢主耶稣搁我所带来恩典救赎。我要吟诗唱歌，学乐你的听堂，甲万关灵至圣至尊的官兵，用奉献来回应你丰盛的恩赐，也要对敬听的牧师领受你所启示的信息，领受你所赐的平安喜乐甲祝福。一步一步，一日一日，行伫你平安喜正的道路。主啊，主啊，阮来到你面前，你所看重的是阮是毋是有尊主最大坚强的心，以及照你所教示的道理去行。恳求主帮助阮，无够完全的信心甲听心，赦免阮有意还是无意中所发生歹心思意念甲罪恶。恳求主，互阮无论伫倒位，拢袂叫阮甲你会听三隔离。你是阮的避难所，甲及时的帮助。你的仁爱甲恩典，
要保守阮伫你的看顾下面，叫阮脱离一切的患难，甲致命的瘟疫。愿恳求主安慰阮众人，因为阮为兄弟姊妹时代过身来安息主怀的。恳求主安慰遮个兄弟姊妹时代的亲人朋友，用你超越的慈悲怜悯，甲愿望来安慰因，互因用感恩的心，伫毋甘甲伤心中间来得到安慰。亲爱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赏赐阮台湾的政府、医疗人员、企业甲百姓有智慧、专业、警醒佮团结的心，守法佮坚持忍耐的行为。阮伫中国武汉肺炎病毒猖狂全世界，造成200万人感染受苦，甲无数的人死亡的事，犹原安然徛在。主啊，阮深深感谢你，阮恳求你怜悯，互这个病毒会通紧紧对这个世上来消退，互遐个感染着病毒的人，甲伫面病床顶得痛苦的人，会通紧紧得到医治，得到健康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互阮世间人会晓反悔家己的罪，阮会通知影，阮怎样得罪上帝，破坏大自然，破坏和谐人际关系的罪恶。阮会通悔改回头来祈求上帝赦免甲拯救，会通互这个病毒紧紧来消除，互地球大自然恢复伊原有的规律甲健康，减轻极端气候变迁的影响，互世界各国人民恢复和谐正直的生活。也恳求你有缘保守阮的国家人民，伫未来未知的经济衰退、气候变迁、粮食减少、抢夺甲战乱中等等困境中，拢得到平安，以及伫生活甲经济上的帮助。阮所祈求，若是下主旨意，恳求主怜悯施恩。阮也要同心做声，用主耶稣所教示阮的祈祷，送到来你祈祷。愿伫天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对你亲像伫天呢。愿你日息进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狱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咱三甲来交托经文，经文伫第6篇，也就是诗篇23篇，圣诗后面第8页的所在。我来请大家来引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，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，伊互我的灵魂静用。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义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。你的锤、你的管安慰我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宴席。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我的杯满出来。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。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阿免，请咱继续来吟诗感谢上帝恩典。圣诗第120首，救主出声叫我，
软弱的人困惑，大家好胆进前，直到救主面前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，圣诗120首。请坐，这条咱要请教南诗班引带咱来敬拜俄罗主。因所要吟的诗是俄罗伊。Oh,
请咱三甲来看耶稣的学生亲目所看、亲耳所听，主耶稣过活以后的代志，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到29节。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9节，现代中文新约181页的所在。我用中文译本来念。礼拜日的暗时，耶稣的门徒组织做伙，门关着密密，因为因惊犹太人的领袖。迄时阵，耶稣显现，踮伫因中间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讲了这个话，伊将家己的手甲遐个边，互因看。门徒看见了主，非常欢喜。耶稣阁对因讲：“愿恁平安。亲像爸差遣了我相款差遣了恁。”讲完这个话，因分一口气讲：“领受圣灵吧！恁赦免什么人的罪，什么人的罪就得到赦免；恁无赦免什么人的罪，什么人的罪就未得到赦免。”当耶稣显现时，12使徒中间的多马无甲因做伙，所以其他的门徒将已经看见主的代志，甲多马讲。多马对因讲：“除非我亲目看见伊手顶的钉痕，也用我的指头摸迄个钉痕，用我的手摸伊的遐个边，我绝对无信。”一个礼拜以后，门徒搁伫厝内组织，多马也对因讲，多马也甲因做伙，门关着，总是耶稣忽然显现，徛伫因中间，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然后伊对多马讲：“将你的指头放伫遮，来看我的手吧，搁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遐边嘛，毋通犹豫，只着信。”多马讲：“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”耶稣讲：“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？遐无看见来信的是偌尼有福啊！”圣经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搁照安尼去行的人。即条咱所敬听的许淑玲牧师要投放上帝的信息，伊今仔日要互咱的信息是困境中的平安，请咱恭敬来领受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虽然伫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威胁的时，互咱必须爱伫家己的厝来通过网络来做礼拜。虽然咱无法度是坐面对面做伙敬拜上帝，但是咱隔离的是疫情，隔袂开的是对上帝的信心，甲对兄弟姊妹听。今仔日的主日是今年国外节期的第2主日，互咱做伙甲恁厝里的人，或者是同伴宣告讲：主已经国外，愿恁平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主上帝，阮即时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恳求你的信心进入阮的心内，通过阮今仔日的礼拜，通过你的话语，互阮会当对你遐得到你的启示。主，阮恳求你的信心来充满阮，也帮助阮，互阮讲的甲听的拢当得到利益，得到帮助。阮将以下的时间交伫你的手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年是真特别的一年，因为咱伫武汉肺炎疫情中来过国外节。通过今仔日的圣经，互咱知，第一个国外节是这情形，并毋是亲像咱往年欢喜庆祝的气氛。各位，其实第一个国外节毋那是无快乐甲欢喜的，而且伊是一个充满了互人不安甲赶路，好亲像互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的今年的国外节相款。
咱最近的生活常常是紧张不安，特别常常感受到的是济济烦恼、挂虑、负面的，好亲像生活伫困境中，对表面上来看，拢是歹的。但是各位，咱想看卖，伫武汉肺炎的疫情中，其实还阁有真济好的消息。好亲像第一个，咱的国家台湾，伫防疫期间，全民一条心，配合政府。除了医护人员辛苦的付出以外，还阁有政府甲民间合作，用上短的时间造成的强大的口罩国家队制造商，互咱台湾成做全世界防疫武汉肺炎第一名的模范生，互咱的国家伫国际上得到济济国家的肯定甲呵乐，也成做济济国家的祝福。还阁有第二个，就是根据济济医生讲，今年台湾得到流感甲肠病毒的比例降低真济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大家拢常常洗手，互病毒远离。各位，这拢值得咱台湾人感觉勇敢骄傲的。相反，伫今仔日所读的圣经中，互咱看到一群群龙无首的门徒，因为带领因的老师，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，佫埋葬啊！因的内心是失志甲绝望的，相时佫有外面的犹太人的迫害，伫内忧外患的困境中，因要怎样得到信心的帮助？伫困境中，因的信仰要怎样帮助因得到真正的平安？牧师要用3点来甲大家做伙分享。第一个，伫困境中毋好失去平安。对约翰福音19章耶稣受难的记载开始，咱会当感受到门徒有4种的心情，就是惊吓、见笑、犹豫不安。对今仔日诗会所读的圣经20章19节，咱来看，就知影迄天暗时，门徒的内心失去了平安，因心中惊吓，所以就将大门甲伊锁起来。伫遐烦恼、惊吓、佮不安的气氛中，耶稣出现了。伊无试电铃，无拍门，直接通过迄个锁条的大门，来到因的中间。伊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“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”。这时的门徒听到平安，是偌尔大的安慰。因为犹太人所讲的平安 shalom， 毋那只是讲无病无痛、身心无恙，也毋是讲凡事顺利、无有危险灾难。犹太人因所讲的平安 shalom， 是讲当上帝甲人同在时，人所领受得到的平安甲喜乐。这是无互环境来影响，也无对着外面的变化来改变的平静安稳的状态。伫烦恼、惊吓、佮不安的时刻中，门徒心中常时也充满了犹豫。这位军队3年久的老师，伊满心疼上帝、疼人，不过上帝并无保护伊，佮互伊钉死伫十字架顶。上帝公义甲慈爱到底伫倒位啊？所以当国外耶稣主动照着伊的显现，常时将手甲协配互因看，是要互因更较确定，伊就是耶稣，就是受钉死伫十字架顶因的老师。这种清清楚楚的证据是非常的重要的，因为这证明了耶稣的死甲高啊，完成了上帝对规个人类的救赎计划。主耶稣讲：“
我有将这个代志甲恁讲，是要互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。伫世间恁有苦难，毋过着勇敢，我已经看赢世间。各位，假使你伫困境中，真正记着这位赢过世间，搁真过我的主向你显现，你毋但无需要惊吓，而且你要感谢主，因为伊毋但守护真正的平安，搁较守护永远的喜乐。因为耶稣基督知时代的问题伫倒位，人根本的问题伫倒位，人心内真正的困难伫倒位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伫困境中，咱应该学习仰望上帝，学习倚靠上帝。上帝就会用笑面光照咱，互信心帮助咱，拍开咱的心门，互上帝光进入。只要有上帝光一进入，黑暗、惊吓、见笑、犹豫就要离开，咱就会领受愿领平安的应允，重新得到快乐，勇敢面对咱的困境。第二个，伫困境中经验上帝，亲尝主恩。伫困境中面对未来，三心摇移是人之常情。根据马可福音16章12节到13节记载，这个代志以后，有2个门徒行路要去庄卡的时，耶稣用别款的形象对因显现。因转去甲其他的人讲，毋过遐的人拢毋信。根据马可的记载，所有门徒伫也未记着国外耶稣以前，因也是充满犹豫。但是当因为亲目看到国外的耶稣向因显现，因就对家己要面对未来的犹豫挂虑得到头棒。真可惜，迄天门徒多马无在场，所以伊就提出伊的犹豫。因为多马想要爱的是直接经验国外耶稣，是要通过第一手的信仰经历，毋是耶稣祭拜、道听途说的信仰。伫表面上看，多马好亲像要看会到、摸会到的证据，伊才要相信耶稣基督的讲话。其实，伊是要对伊的内心，伫理智、情感各方面拢爱真清楚，伊才要信。换一句话讲，伊是认真的，毋是马马虎虎、糊里糊涂去信。当多马讲，我若无看到伊手中的钉子，用镜头摸迄个钉子，搁用手摸伊的血气，我绝对毋信。伊真正的意思，就是伊要亲身经验到国外耶稣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这几年中，主任牧师、蔡牧师一直就非常鼓励咱每一个信徒，伫读圣经甲祈祷这2项信仰的功课，爱齐齐操练。各位，灵修读圣经有困难无？有人讲无，也有人讲有。伫咱的教会有齐齐团契小组的赖群组中，咱会当看到真侪人热心转传别人写的读经心得或者是分享，来提供群组内兄弟姊妹的需要。这真好，但是就是有一点可惜。为什么牧师要讲可惜呢？迄是因为你无机会经验到对信心第一手的感动，就是家己写读经心得，而且对过程中来得到感动的满足甲喜乐。这就好亲像咱食面同款，当咱食别人已经煲过的，或者是处理过，真容易吞落去的食面，甲咱家己用喙来加来煲食面的迄个滋味，
这种的感觉一定是完全拢无共。教会伫顶一轮的3年读经进度中，我差不多每一天拢伫教会团契也是小组的赖群组内面，有抛出我家己个人的感动经文甲密想。每一天拢是短短的真浅白生活性的分享，目的就是毋望有看过兄弟姊妹，恁也会当家己伫读圣经的时，通过信心的引带，得到第一手的读经的感动。感谢上帝！即马我伫有的小组的群组内面，有看到兄弟姊妹家己所写的读经分享，这真正是真赞，阁真宝贵的。兄弟姊妹，牧师要鼓励大家试看卖，去经验第一手的读经感动，就亲像多马伊要亲身看见国外的主耶稣，是爱有同直接的第一手信仰经历。所以牧师会建议，咱读圣经的时，咱就用祈祷来开始，咱来邀请信心进入咱的心内，安静咱的心。在读圣经的时，咱就慢慢啊读。当有一个两个字，或者是有一节的圣经节，互咱特别有感动的时，咱就祈求信心引带咱，不断将这个感动的文字或者是圣经节，放伫咱的脑海中，不断反复来思想。各位，只是一定会有一点仔的感动或者是受法，就将这的感动甲受法，甲伊写落来吧。这就是读圣经的第一手信仰经历。一回生，二回首。若是你还未开始试，这种读圣经的第一手的感动，太知是无容易的。诗篇的作者甲咱讲：恁着试，着知耶和华是好，倚靠伊的人有福气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多马所爱的是亲身的经验，亲尝主恩的信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牧师期待咱伫生活中经历这位各真各活的上帝，伊认捌你，听你，伊听候你亲身经验伊的美善，享受伊丰盛的稳定甲祝福。第三，伫困境中体认上帝，认捌家己。丢罗教会创始者加里文讲：只有真正认捌人，才会真正认捌上帝；只有真正认捌上帝，才会真正认捌人。是，只有真正意识到人是有限、是无知的事，才有法度真正去体验到上帝无限甲全能。也只有真正认捌到上帝无限全能的事，人才会真正谦卑认知到人的有限甲无知。这就是圣经中真侪人的经历，好亲像当上帝在呼召以赛亚的时，上帝眼光充满着规个圣殿，互以赛亚意识到家己的无清气，伊来讲：我冤啊，我惨啊！因为我嘴唇的每一句话拢无清气，何况我阁亲目看见君王上帝万军的耶和华。阁亲像彼得甲东坡，因规暝着磨拢掠无鱼的时，耶稣的一句话，将船过去深的所在，拍网落去掠鱼，就互因的网着济鱼。缀伫两只船，缀甲满雪强要沉落去。一时彼得突然感受到家己的有限，马上跪落来对主讲：主啊，请离开我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。今仔日圣经中的多马也是安尼，伊才会讲出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各位兄姐，对犹豫进入信心的阶段，
是经过一种觉醒的过程，这也是搁一摆认捌家己的有限甲无知，毋那只是单纯要看见，才要相信。国外耶稣到底怎样来引带多马？耶稣基督伊并无责备多马，反倒当是邀请伊用伊的手来摸伊的钉子，而且提醒多马讲：毋通无信就信，不要疑惑，只要信。所以多马回应讲：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认为多马绝对毋是因为看见国外耶稣，一时啊心头乱，黑白讲出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各位，多马回应的这句话，并毋是普通人的回应。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这是一个上悬的信仰告白。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，多马伫遮所讲的主，毋是指一般人所讲的主人的主。这伫旧约圣经中，这个字是用来称呼耶和华上帝，是宇宙万物主宰的主。多马伫遮所讲的上帝，就是称呼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。伫新约圣经中，咱看到有人称呼耶稣做基督，但是咱无看过有人称呼耶稣是创造万物的主。有人告白耶稣是永活上帝囝，但是无人直接告白耶稣是上帝。伫遮多马做了一个上悬的信仰告白，这是新约圣经中从来无人做过的，就是宣告耶稣是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另外，伫圣经的记载中，迄当时多马到底在受啥物？是因为会当甲国外耶稣面对面对话，感觉荣光，也是因为见笑伊来胡言乱语呢？有一天，我就得到一个感动，伫这个信仰告白的背后，其实是多马愿意承认家己的错误，愿意放落家己的骄傲甲认知，想要对主耶稣讲：我是有限个无知的，我知影我毋对啊，我知道我错了。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你就是迄个独一的真神，你就是道假做肉体，踮伫人的中间，满有问题，满有真理，满有荣光。高活甲性命拢在伫你，你是我多马的主，你是我多马的上帝。我知我毋对啊，我知道我错了。我敢有啥物面通徛伫你的面前呢？亲像古早出名的铁学家苏格拉底讲：我知我无知，我知我无知。这是一种诚实、谦卑、自我觉醒、清清楚楚看见家己的有限、家己的无知的信仰告白。兄弟姊妹，耶稣基督伫咱的心门外拍门，伊要求世间人爱悔改。悔改圣经的意思是180度的洗头。原本是行家己的路，即马要回头行上帝的路；原本是行伫犯罪道路，即马要回头行伫稳定的道路。咱拍开咱的心门悔改，有一个真重要的觉醒，就是爱承认家己的错误，才有可能做出悔改的动作。因为爱知先承认家己有错误，才有可能回头，真正谦卑面对我是有限，我是无知的。安尼，咱的心门才会拍开，上帝的恩典才会进入。
耶稣并无责备多马的犹豫，反倒当独独为伊来显现，互伊会当超越理智，实际来经验着国外耶稣，将伊的犹豫转变做确实。后来，咱看到记载，当多马知影徛伫伊面前的是主是上帝，伊毋是讲主啊，敢真正是你？多马伊是对内心确定讲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最后耶稣对伊讲：你看到我才信哦，无看到来信的人真有福气。耶稣最后讲的这句话，有人断章取义，认为耶稣叫门徒凡事无需要查考了解，或者是讲基督教信仰是盲目的信仰。各位，耶稣毋是要求门徒无看见就相信，乃是望照着过去的信仰经验，互因知煞接所有的一切，以及未来也未发生的代志，拢是伫上帝手里，互过去捌有的经历，加做未来生活的帮站。各位，牧师毋知影上帝伫你的心中有啥物款奇妙的作为，但是伫每一摆的犹豫甲环境的变化中，当咱算下上帝的恩典，就会发现，迄就是咱的信心受到坚固的机会。你是毋是愿意伫还未看见，也未明白上帝旨意的事，就选择先去相信？这款的信心毋是无凭无据，但是过去上帝伫你心中奇妙的作为，互你愿意顺服上帝来引带你的未来。各位兄姐，信仰毋是完全靠理智、理性就会当来完全明白。信仰有更较重要的部分，迄就是信心的功课。就亲像国外耶稣对多马所讲的话，毋通无信，就信。你看到我才信哦，无看到来信的人真有福气。不要疑惑，只要信。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互咱每一个人拢加做迄个无看见就信的有福气的人。耶稣讲，毋通无信就信，不要疑惑，只要信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生命的旋律一定是有关关价价、起起落落，有时休困，有时静静的事。伫困境中，咱就仰望上帝，经验上帝，体认上帝，互咱伫困境中会当平静安稳来继续向前行。最后，牧师要用讲道了后，咱大家要做伙唱的圣诗347首，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好奇背后的故事来结束。这首圣诗的歌词是一位美国芝加哥的长老教会信徒史派夫所写的。伊是1828年出世伫纽约，后来搬到芝加哥担任律师。当伊的事业真发达的时，伊为伊的囝4岁时却破病来死。几个月了后，佮拄着1871年芝加哥大火，将伊所有的财产拢烧了了。伊的人生悲惨，还佮毋若安尼。大火了后，伊原本望互伊的太太甲查某囝会当有一个转换心情，就安排全家要去欧洲来旅行。伫出发前，因为业务的需要，伊必须着延前，只好送伊的太太甲4个查某囝，才有原本定的时间，坐船前往欧洲。伊家己拍算几工了后，
才去澳洲甲因会合。但是伊的某囝所做的阵，发生烧龙的意外来沉落去。几工了后，史拜夫就收到太太传来一张的电报写 ：“Safe alone， 只有我一个人得救。”也就是伊4个查某囝拢不幸来死去，只有太太一个人活落来。史拜夫马上就坐船要去甲伊所爱的某会合。当伊坐船来到伊4个查某囝因死的所在时，伊写落一段描写家己内心震动、悲伤的歌词，讲：有时咱拄着大忧闷、流目屎，哪经过大风涌的苦海，总是伊并无停留伫家己的悲伤甲苦难顶悬。伊反倒当时继续讲：免烦恼，心平安；免烦恼，心平安。一般人来看，实在是真恶的想象。史派夫这款的经历，突然间佫失去4个查某囝悲惨事件了后，伊还佫会当转到上帝面前，而且是遮尔啊确信宣告讲：免烦恼，心平安；免烦恼，心平安。伫人来看，无的确是认为上帝在刑罚伊，或者是上帝根本就无关心伊，无保守伊。伊有1000个、10000个理由，无有平安，而且摇移上帝。但是伊讲，免烦恼，心平安，因为伊知上帝疼伊，伊伫十字架顶看到上帝疼。伊也知即个十字架代表着拯救，伊知基督甲十字架的意义。伊的目睭就对暂时对即个世界受引带看向十字架，也看向永远的活命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即个世界安怎变化？病毒疫情安怎继续？咱拢毋知。但是伫创造主上帝遐，伊有永远的平安。借着这首圣诗，上帝也安慰了济人的心灵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也愿咱通过这首圣诗，安慰咱，也鼓励咱。伫武汉肺炎疫情，或者是各款环境的困境中，十字架的救主就是咱的平安。互咱伫耶稣基督内面享受真正的平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是阮听阮的主上帝，我们搁一摆谦卑家己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阮真正要承认，阮是软弱、有限搁无知的。主总是因为有你，互阮会当来赢过这一切。主啊，阮特别恳求你。伫武汉肺炎疫情继续的时，主互阮的心无因为世界的改变，互阮的心无得到平安。主互阮会当常常结连伫你，互阮伫困境的中间，阮永远会当知影你就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你是甲阮同在上帝。主互阮会当去掉对你来的平安，互阮知你就是阮所有的一切。主，阮要搁一摆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你，恳求你继续帮助阮，互阮有坚定的信心，继续往前行，会当有平安，会当有喜乐，有上帝你甲阮同在。阮伫主的面前，搁一摆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师牧师互咱的信息。即条，请咱起立，咱来吟圣诗347首，来回应上帝的听堂。圣诗347首，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的好期，请咱起立来吟圣，来吟全首。
请坐。即条咱要用奉献来刷接咱的礼拜，请咱准备心来奉献。请咱起立，咱同心来做祈奉献的感谢。是来主上帝，你的听长看关心，常常看顾阮，扶持保守，安慰带领，互阮凡事教育，各有信心、听心甲恩人，我靠主平安的福气的同在。阮来到你的面前，照你所教示恭敬，献上你所赏赐的金钱、时间、才能、听心甲主权，回应你丰盛的听甲稳定赏赐，恳求你甘纳，请做圣工的路用甲众人的祝福，归荣光伫你的圣名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请坐。即条我来简单的报告，请咱若有手报的通家己看，若是无手报的，我来遮做简单的报告。咱教会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停止了做实体聚会。牧师团为着大家准备了几若个线顶的装备课程，大声会推出2个课程，一个是祈祷的训练课程，第二个是强观福音的查经课程。参加的方法真简单，咱就伫教会脸书的管顾有设立这个社团，你只要进入迄个课程的社团，咱经过看了。互你入来以后，就会通收看课程的影片，迄个中间会通甲大家来做互动。这是一个互咱做伙学习真好的机会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第一个课程是祈祷的训练，是伫4月14日开始，每礼拜有一堂的课。第二个课程是强观福音的查经课程，伫4月16日开始要播送，每一个礼拜嘛有一节的课程。第2点要报告的就是咱集体关怀，本会会友过单理会长老妈，就是郭敬如长老、郭敬温兄弟的妈妈。第3月30日安息主怀，定伫4月25日一个礼拜六顶晡10点半，伫台北市立
第二殡仪馆敬仰天、敬仰楼一楼甲至真一天啊，举行日念个别礼拜，请兄姐关心大道，愿上帝安慰为主。咱请牧师来做补充的报告，续接也做牧养的大道。下面牧师来补充报告，有几点代志，请大家会当互相来关心大道。第一项，本会会友郭淑玲姊妹是萧凯忠兄弟的太太，伫4月13日安息主怀，定伫4月26日主日上午11点，伫台北市市立第二殡仪馆景仰楼3楼致美礼厅举行日暮火化礼拜，而且伫当日下晡3点半，伫教会10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，请兄弟姊妹来关心大道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因为疫情的需要，个别礼拜的现场需要照政府的规定限制参加的人数，而且签名造册，记录当日的体温以及专程要求爱滴喙安。所以，请要参加的兄弟姊妹，的确爱伫4月24，就是本周5以前谢莹莹干事来登记。第二项就是本会会友惠美姊妹的老母杨阿娥姊妹伫4月15安息主怀，请兄弟姊妹关心大道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再来，总务委员会消息。要申报2019年个人所得税对教会奉献的金额已经上传到国税局，兄弟姊妹会当用自然人凭证来下载。如果需要纸本的，会当打电话来教会通知教会的干事来办理。以上报告。这是咱要来牧养大道。伫疫情的期间，望咱搁较侪用祈祷来扶持规个世界，咱的台湾，咱的教会。只是我要邀请咱做伙来做几项的大道。第一项就是咱要为着台湾，为着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会当紧紧会当来控制来祈祷。咱求疫苗会当紧紧来研发出来，也求主来保守第一线医护人员，搁咱国外的朋友、厝里的人会当有平安。健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怎食咱会当为着咱的教会伫疫情的中间，规个教会事工游玩会当顺利来进行。搁咱要为着咱伫疫情的中间，虽然无法度见面，总是咱当运用科技来保持联系，搁互相分享大道，互咱的听没有被隔绝。咱也为着咱的教会中兄弟姊妹处理有人死失的，咱求主来安慰。搁伫白听的中间，咱兄弟姊妹。求主医治，求主收束平安。咱只是着做伙为着这个代志，做伙来祈祷。万灵的主上帝，
我要搁一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主，虽然伫规个世界，和武汉肺炎疫情不断来升温，来蔓延，互阮的心，有的人真侪人的心拢无平安。主，总是我们伫你的内面，互阮得到平安。求你来帮助，互武汉肺炎病毒的疫苗会当紧紧研发出来。主，互阮无过互这病毒来威胁。主也帮助第一线医护人员会当有主你的平安甲健康来甲因做伙。主啊，阮嘛也要为着伫教会中间，阮的教会的济事工有缘会当继续落去。主还阁帮助阮虽然无法度相见面，总是阮通过这的科技，互阮会当有缘常常会当彼此带导、彼此分享。主啊，阮嘛要为着阮的教会。有的家庭有人安歇主怀，主虽然阮伫情感毋甘，总是求你安慰因，也安慰阮，互阮抱着一个愿望，阮相信将来阮伫天顶有缘要见面。主，阮要为着身体失去健康的人来祈祷，求你的信心来安慰保守因。虽然伫病痛的中间，有缘有上帝你的气来医治来充满因，互因会当领受对上帝来的平安甲健康。主啊，阮伫疫情的中间，也求你保守阮甲阮厝里的人，每一天的出入拢有你的平安健康甲阮做伙，互阮伫疫情的中间有缘会当常常学乐你，常常敬拜你，互阮通过安尼，搁较济甲你结连，也甲阮厝里的人会当所有的结连。主，阮搁一届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伫你，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三合起立来唱祝福切恳的诗歌，神圣诗402首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，请咱起立来吟刷接，请牧师来祝祷。即时，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咱甲多马做伙宣告：耶稣基督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带着耶稣基督和我的新生命，登到咱的厝里，经验上帝，领受平安喜乐，为主做水的见证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疼叹，信心的相通，会当甲咱三甲伫地。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，阿门。请坐。密道声温，强受切恳。